親愛嘅老師、同學們，大家好！我哋係綠色校園師科組嘅同學，今日非常高興喺呢度可以為大家介紹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——綠色校園共享箱。呢次活動只係促進資源嘅循環利用，增進同學之間嘅溫暖與愛心。希望通過呢次嘅分享，可以讓更多嘅同學了解並參與。相信大家都睇過呢一張宣傳喺走廊、課室、公告欄同埋圖書館㗎啦。讓我哋一齊介紹一下呢個活動啦。呢個活動嘅全稱咧係綠色校園共享箱，由我哋綠色校園師科組嘅同學主辦。日期咧就係4月15號至4月嘅29號嘅下午1點至1點半，為期2個星期。共享箱放嘅位置咧就係喺135樓嘅走廊。大家可以將自己閒置嘅乾淨完好嘅文具、課書同埋唔合身大眾可以着嘅校服捐贈俾我哋嘅共享箱度。呢啲物品會喺度等待本身嘅主人，繼續發揮佢哋嘅價值。我哋希望睇到同學們踴躍參與，讓共享箱真正運作起來，讓閒置物品揾到新主人，讓綠色環保理念在校園中傳遞。如果你啱啱好需要呢啲物品，都可以免費領用。領用嘅時候，我哋綠色校園師科組嘅同學簡單登記就可以啦，唔單咁樣。如果你用完之後唔再需要，而且物品仲完好嘅話，可以回捐返共享箱。更好嘅係，我哋實行積分鼓勵計劃。如果你捐贈一個物品，可以得到1個積分；回捐1件物品，可以得到0.5積分。累積5個積分就可以換1個小禮品。閒置物品變廢為寶，愛心嘅校園流轉。我哋真誠地希望同學們可以積極起嚟，珍惜資源，分享愛心，一齊守護我哋共同嘅綠色校園。我哋相信，只要大家一齊努力，呢個小小嘅共享箱一定可以發揮出大大嘅能量。我哋今日嘅介紹到呢度就結束啦，再次感謝你哋嘅收聽，期待你哋嘅參與。